HSK 标准教程4上。第5课，只买对的，不买贵的。课文1，王静在家具店买沙发。小姐您好，您想买什么家具？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？谢谢，我想买沙发。您看，这个沙发怎么样？现在正在打折，比平时便宜了1000块。价格还可以，就是不知道质量有没有保证。您放心，质量肯定不打折。这种沙发是今年最流行的，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。您可以看一下。这个蓝色的看上去不错，就要这个吧。生词：家具、沙发、打折、价格、质量、肯定、流行。课文2，王静和李进在商场买东西。咱家的冰箱太旧了，商场正好打折，我们顺便也买一台吧。今天买的东西太多了，再说这个月家里已经花了5000多了。这么多，你不会是记错了吧？没错，上个星期光买沙发就花了2000多。但是咱家的冰箱实在太旧了，制冷效果也不太好了，还是买个新的吧。那好吧，我带的现金不够，用你的信用卡吧。生词：顺便、台、光、实在、制冷、效果、现金。课文3，李进和王静在超市买礼物。李老师邀请咱们去他家做客，给他带点什么礼物好呢？他很喜欢葡萄酒，我们就给他买2瓶葡萄酒吧。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种，你知道哪种好吗？我觉得这种不错，你看他酒瓶做的都这么艺术，而且电视上经常有他的广告，我想味道应该不错。广告只会介绍优点，却不会说它的缺点。实际上，很多东西并不像广告上说的那么好，所以不能完全相信广告。你说的也对。生词：邀请、葡萄、艺术、广告、味道、优点、实际。